K11 Musea 正式開張，地址尖沙咀梳士巴利道。入口處有條滑梯，可以同你嘅小朋友滑落去地下 G 層裏邊嘅。K11 Musea 一共有8層高，咁總面積呢係有120萬平方尺嘅。每層嘅裝修都各有特色。Food Playground 嘅餐廳種類都選擇多，不過暫時好多鋪都仲未開。因為係新開張呢，餐廳情況都比較混亂。例如呢間最多人嘅，因為等候時間都要超過1小時以上。Food Playground 嘅座位呢都非常之多，一共有250個座位。另外有多間甜品蛋糕店嘅。Charlotte Tilbury 係稱霸天團名人嘅化妝師。Penhaligon's 係專為皇室名人調製頂級嘅英國香水嘅。呢一層呢，就係成個商場最觸目最靚嘅位置啦。咁佢有間好有情調嘅餐廳酒吧啦。另外呢，中庭位置呢，佢就用咗數百種嘅燈飾去整咗一座高波出嚟嘅。商場匯聚咗多間國際品牌啦，其中有唔少嘅鋪頭都係首度嚟香港。如果年輕一族嘅呢，亦有多間潮流服飾嘅品牌喎。商場好多位置都有提供無線充電，可以邊休息邊充電。呢度呢，仲住咗70多個本地同埋國際品牌嘅食肆，當中裏邊呢，有7間係首度嚟香港開業嘅。商場入邊另外有戲院同埋8樓空中花園有一個動物滑梯。請大家繼續訂閱我會有好多旅遊片繼續俾大家睇㗎。